中國傳統數字花碼，又稱暗花，係一種獨特嘅數字系統，主要應用於舊時商業交易、賭博同埋民間娛樂活動。呢一種數字技法利用特定嘅圖案、符號或者變形字去代表數字，令外人難以理解。有時候亦有保密同埋防偽功能。花碼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，喺清朝時期開始廣泛流行，特別係喺當時嘅商業社會同賭館之間。商人、賭徒會用特定嘅圖案代表數字，例如1可能畫成一條直線，5可能用梅花圖案表示，甚至用詩句、暗語代替數字，以免外人輕易解讀。喺香港，花碼嘅賭博業同傳統行業中較為常見，例如以前六合彩、字花賭博活動經常會用花碼標示賠率或者下注結果。傳統茶樓、舊式店鋪亦都有機會用花碼記帳，以防止帳目被非相關人員識破。隨住科技發展，電子數字系統普及，花碼逐漸式微，但係某啲傳統行業同收藏界仍然有一定影響力。例如舊式帳本、彩票單據同民間玩意中，依然可以見到花碼蹤影，成為中國文化歷史中一種獨特嘅數字藝術。